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10月20，他正与我们同在。以西结4章1到17节，其中第3节这样说道：你要拿一块铁片立在你和城之间做城墙，你要面对这座城，象征城被围困，而围困的就是你。这就是我给以色列人的征兆。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神对以西结的行动要求看起来很不寻常。一方面呢，他要向悖逆的以色列人代表神的信息。另外一方面呢，在具体的行动中，他又代表悖逆的以色列人。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神呢吩咐先知用4个预兆性的行动来传达神所要传达的信息。那我们看第一个，这是很有画面的哈。这个预兆就说到耶路撒冷要被围困，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先知以西结呢把那个耶路撒冷呢画在一块泥砖上，然后呢造台筑垒，在这个四围安放着这个撞锤来攻城最后还要把一个所谓的这个铁奥放在它跟耶路撒冷城的中间，作为神要拒绝耶路撒冷的这个决心。哇，这看起来能够这个很震撼的第二个预兆呢，就是关于以色列家与犹太家的罪孽。先知呢，先要向左侧就握着这样390日，那一日就是代表1年担当以色列家的这个罪孽。再然后呢，他又在向右侧握着躺着40日，要承担犹大家的罪孽。如果将这2家的这个年岁算出来，哇，有430年，那么大概就是回溯到所罗门王掌权的期间。而先知被要求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只能向左侧和右侧来躺卧。哎呀，这种身体的行动剧真的是很严酷的要求。我们光想就觉得好累可是这期间身体还要被捆绑，来比喻以色列人被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以西结领受这样子意象，还要去演出来，不是说而已，还要去用实体用身体，应该不能说演，而是表达呈现。另外第3个，我们又看到耶路撒冷要受围困，这当中还有饥荒。先知他要预先来准备城内，来表示这个食物会短缺，因为先知他要用人的粪来烤饼，比喻污秽将会临到那些被掳的，因为他们被迫在异教的地方吃喝那些不洁净的。当然我们的主也是这个被这个以西结这个抗议说哎呀，我都是吃干净的，那这不洁的煮法，你可不可以容许我用普遍的这个不洁的用牛粪来代替那个人粪呢那我想我们的主是答应的，但是还是最重要的是要预告这个行动剧，是说明了神不是向以色列的仇敌巴比伦来发动攻击，而是向这些被称为神子民的以色列来攻击。这是一个很讽刺的现象。神的子民曾经被分别为圣，被保护，而今天却是被分别出来，被掳，被击打。因为神要再次的说，孩子你们若选择硬着心抵挡神，终必要面临神的责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神透过先知的这些行动剧，我们感受是什么？
英业牧师是觉得心很痛啊，好不好？我们不要走到那个地步。我们真的是在主里是一家人，我们是在主的教会中，迦南基督长老教会是被神所呼召的一群来建立神的国度，一群我们来使神的教会可以成为这社区的祝福，特别是福音的这个出口。我们愿意像先知以西结一样，不管这世代是如何，我们用我们的行动，不是行动剧而已。当然圣经也说我们就像一出剧，我们要在世人眼前，我们要表达出呈现出信靠上帝的人是大有盼望啊。只是我们真的我们需要从神来的恩典，我们需要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所行出来不是合神心意的，哎呀，那真的是很尴尬。不只是这样，神也会管教我们啊，好不好？愿我们今天就决定，我们今天的生命，我们今天的每个重要决定，让神来用。我们学习像以西结一样，愿意完全的顺服神，我们的心愿意向神忠诚到底，恳求神给我们力量，敌对这世代一直往下沉沦的世代，使我们靠主，我们可以得胜，我们靠主，我们可以活出神国度里面的那个美好，也向世人传扬那福音的大能，使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被改变的我们越来越像神，成为这世界的光跟盐。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保守我们的心，你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使我们真的可以醒悟过来，使我们快跑跟随你，愿意忠心到底。主，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跟这世代在抗衡的时候，我们可以靠主坚持坚强，让我们真的是明白，时时刻刻领受主你与我们同在，是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主你的灵来鼓励，来安慰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英年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活出主同在的这个自在，我们可以去挑战使我们真的是可以容神益人，而且因主而我们喜乐有余。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也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我们下次见。